真是个战神啊！你还真要去上班啊？别管了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门给锁起来啊。哎，记得吃早餐啊，你有低血糖。走。好，最后一箱。数一下，这是啤酒，这是威士忌，这是果汁、咖啡，一共20箱，签个字吧。看一眼啊，啤酒。行，正好。这个你留下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兄弟。行了，你走慢开。再见啊。嗨，美女。傻不拉几的。干嘛去？啊？吃饭啊？这刚几点就吃饭，太早了吧？我饿了。先垫垫，借我20分钟，跟我走一趟。嗯。干嘛呀？害怕了啊？我又不是流氓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说你雷。